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11月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8篇，约书亚记第10章12到14节，马太福音第15章第1节到第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谁的传统？传统很重要，许多团体都有自己的传统，但传统真的那么重要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传统给束缚了，似乎传统都是非常重要的感觉。昨天参加了中会2023年的第3次议会，会中呢，中委会邀请所有的参会的议员们试用一套电子网络投票的系统。有人说，这怎么可以？这违反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美好的传统，传统的选票、计票是不可以废除的美好传统。这句话怎么听都觉得怪怪的。我们先说投票这件事情，的确是长老教会的传统，但这个传统却是因为时代背景而存在的，并且这并不是长老教会特有的传统。台湾的政治选举也都仍是这一类的传统做法，人工选票、人工唱票、人工计票。但这几年来，现场的人工唱票、计票以外，在后面这个段的统计都已经改为电子方式了。第二部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传统真的是这么坚固而不可以改变的吗？难道传统已经成了不可动摇的神主牌吗？传统如果够优良，可以不改变，但请记得，传统并不是不可改变的绊脚石。如果说要说传统了，应该是说连自然律更是一种不可摇动的传统，不是吗？如果太阳的运行永远是由东升起嘛，由西下沉，这样的情形都可以被上帝改变，还有什么传统是不能够改变的呢？圣经约书亚第10章第10节到第14节这样说道：上主使以色列人战胜亚摩利人的那一天，约书亚在以色列人面前向上主祷告，太阳停在基遍上空，月亮只在雅伦口，太阳就停住，月亮也不动，一直到以色列打败仇敌。这件事记载在亚萨尔书上面。太阳停在天空，整天没有下去。上主听人的话，以前从没有像这样的一天，以后也不会有。上主为以色列人征战，上帝让太阳停止了，那为什么没有人反抗说不能破坏传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自然界、自然律这个传统是由上帝所创造以及管理的，而这种破坏传统的作为是上帝要赐给他的选民恩典的时候的特别的作为。经文告诉我们，这种情形以前不曾发生过，将来也不会再发生，是因为上帝为以色列人交战。传统并不是不能改，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个传统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得到上帝的赐福，是否能够使我们与上帝更亲近。
当法利赛派的人以及经学教师来找耶稣基督谈论传统的时候，耶稣基督问他们，耶稣回答，为什么你们要为着遵守传统却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呢？这个就是我们所应该思想的问题的症结啊！因为我们很可能如同法利赛派跟经学教师们一样的死抱着这个传统不放，但宁愿离开上帝的恩典。圣经的记载，耶稣的话对他们说，有几个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问他，为什么你的门徒不遵守我们祖先的传统？他们吃饭以前并没有按照规矩洗手。耶稣回答，为什么你们为了遵守传统却违背上帝的命令？上帝说要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须处死。我们偏偏说，要是有人对父母说，你们偏偏说，要是有人对父母说，我已经把奉养你们的当供物献给上帝的，他就不用孝敬父母。你们拿传统来抵消上帝的话，假冒伪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所发的预言是多么的正确啊！他说，上帝这么说，这人民用唇舌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竟把人的规律当成我的命令，他们敬拜我都是徒然。我们教会刚刚经历过了长子的改选，我们以传统的手写选票以及人工点票、唱票的方式进行。虽然我们兄弟姐妹非常同心的投票，只投了第一轮就全部选出，但我们仍然花了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来进行这种传统的投票。那如果我们需要进行第2轮投票、第3轮投票的话，那11月5号的长子选举可能要处理到下午2点以后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台北中会需要去讨论这一套新的电子网络投票系统。那如果有这样的一套新的电子投票系统的话，至少是可以省下3/5以上的时间。难道这不是上帝透过现代科技赐给现代基督徒、赐给世人的祝福吗？传统很好，但传统绝不是不可以改变的绊脚石。进步通常需要脱离传统的束缚的。诗篇128篇，敬畏上主的人多么有福啊！遵行他命令的人多么有福啊！你劳碌得来的够你使用，你必定快乐，凡事亨通。你的妻子在家中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像小橄榄树。敬畏上主的人必定这样蒙福。愿上主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目睹耶路撒冷的繁荣，愿你活着看见你的子子孙孙，愿以色列国泰民安。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愿意更新，不受传统的束缚，让我们愿意跟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让我们的生命更新，能够荣耀归主圣名。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